好，来继续来看台中市交通局，今年因为疫情停办买艺，改发到超商的商品卡予员工，一个人600块。但是员工摕这个卡去消费，煞袂使利用。原来是承办人员顶打去，袂记来开卡咯。这可以解吗？去超商买物件用商品卡来消，店员当场将这个封条裂开一个扫。因为卡片已停用。 但小姐嘛唔敢相信，因为这个商品卡是市政府发的，而且是新的，竟然无法度用。这市府发的，应该不会错吧？如果赶紧提出另外2张新的商品卡看卖。可是都写停用诶。上面有写有效期啊，它到明年呢。 3张全新的卡片拢袂使用，这个单手姐是有够歹势，加在身躯有扎现金，赶紧揽。没钱，我用现金。 但小姐讲，市政府发商品卡是因为疫情取消办买艺，改发商品卡来补偿。停车管理处有200外个员工，每一人发600块，车票发放。70员工提去消费，煞停用。台银的共同采购契约里面购买的，所以绝对不会是假卡。理解。对，所以只是说那个开卡的动作要先完成，同仁才有办法使用。 停车管理处讲，因为买商品卡是超过10万块的采购案，所以讲爱传真卡片的序号，和超商开卡。承办人员收到卡片的时，着急发到当然袂记开卡，这意思讲过卡无成功。对着我到纳钱员工真歹势，目前已经补传真完成开卡的手续后，卡片就会使用啊。